大家好，我是陈梅文，毕业于东吴大学音乐研究所，主修演唱以及美国纽泽西合唱学院合唱指挥研究，目前担任全球客家生命歌剧团的指导老师。好，接着我要为大家介绍混声合唱。混声合唱是由女高音、女低音、男高音、男低音所组成的。相较于童声合唱，像小朋友的童声合唱，或者是纯男生、纯女生的童声合唱，混声四部合唱，它声音的多元性跟丰富性就比童声多很多，而且可以因着合唱作品可以做不同的声音的色彩跟融合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斗嗓这首歌的教学咯。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学阿宝同学来带我们先一起念一下歌词，阿宝念一句，同学一起复诵一次。来，请阿宝同学。叶起万度，粒粒嘅拍面飯。來，叶起万度，粒粒嘅拍面飯。想起難日江中嘅多嗓，想起來日江中嘅多嗓。開意一家羅嫩嘅擔頭，開意一家羅嫩嘅擔頭。看到湖面見現發蒼蒼，看到湖面見現發蒼蒼。見用水玉望崖神壯，見用水玉望崖神壯。見用汗水本崖自用，見用汗水本崖自用。現在我也已經強壯，現在我也已經強壯。無奈現茶風範極難享，無奈檢查風範極難享。轉到世時故鄉嘅牛欄樹，轉到世時故鄉嘅牛欄樹。唯有此行茶係口無用，唯有此行茶係口無用。牆上寫你花字牆上寫你花字你嘅阿爸唔懂我嘅多嗓，你嘅阿爸唔懂我嘅多嗓。好，其实我们非常荣幸可以唱到这一首歌曲，因为这首歌曲是我们本团的团长张团长的作品。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意境，拍拍手。谢谢各位乡亲哈，我有这个荣幸呢，来为了纪念、怀念我的父亲哦，我做了这首歌曲。那这首歌曲的曲名为什么叫斗嗓呢？因为我们那个环境，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呢，家里都称爸爸叫斗嗓，哦，有一点像我们过去台语也有斗嗓的歌曲，很多人会误会这是台语歌，其实不是，是纯种的客家歌曲。我做这首歌的意境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父亲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呢，他是非常的辛苦，在每天下田做事耕种，为了养活我们大家一家大小哦。这个是第一段的这个意境。第二阶段的意境呢，是我们长大了，但是呢，爸爸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了啊。为什么后来变成某来经茶风帆极难享？就是这是我们的心境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孝敬父母亲的时候呢，父母亲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，这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哦，也是我们怀念我们的这个父亲母亲的这个心境。之后呢，因为看到家里的情境，就是在牛栏旁边呢挂了一部自行车。为什么挂着自行车呢？因为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个家庭呢，
像我父亲他是长子，哦，他一生呢都在家里做农事。那我叔叔呢，他那个年代呢就可以到外面去工作了，但是工作呢也不需要拿钱回来。哦，因为我祖父呢非常疼爱我叔叔，所以他在当兵的时候，我叔叔买一部自行车呢，他就把它挂在牛栏的上面呢，不让我爸爸来骑。哦，我的心境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后来呢，我跟我的子女讲呢，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还要好。好，这个影射就是说，我的爸爸是最优秀的。这整个故事的心境在这个地方。谢谢。哇，听起来非常的真挚感人哈，所以其实我们一边唱也是怀着那种感恩的种心情来表达这首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首歌我们先齐唱来唱一次，好吗？我们先一起唱主旋律哦。开始。等一下就知道该怎么配哈。来，男生，老师先给单音，有，1、2、3、4。天气温度凉凉的香米饭，香气安逸，当中的多山，开启一个路能给当天，看到无面的天发双手。好，接着，请问女生是主角还是配角？配角，所以我们是和声。那配角可以强过主角吗？不可以。对，所以合唱四部合唱的特色就是我们要知道主角跟配角，然后要去分配我们的音量，哈，所以我们的音量要稍微小声一点点。那我们请女生来唱屋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部分，哈。来，老师先给一个女高音，再给个女低音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还是女高音先好了哈，女高音，开始。老师，你啦，3、4，
高音跟女高音一起合一次，但是再怎么合也不可以大过什么男生声音，所以等一下男生进来的时候，注意一下音量的分配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老师给个瑞拉。1、2、3、4。请老师先给女高音、女低音、男高音、男低音的第一个音，好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强弱的分别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第3页的，你用甩又不爱神州的低用甩喽。那下一句低用混水，是不是下一句要比前一句还要强？这样才有对比哈。因为我们唱歌一定要有强弱的对比哈。然后这现在，既然前面讲现在，我们要做大声还是小声？小声答对了，又一个比较收的。然后无奈给才很无奈的心情，我们要做什么东西？对，稍微强烈、非常强烈的无奈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音乐还是要有层次的表现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哈，我们从第3页“低优酸优”的地方，老师再给我们各声部的音。好，1、2、3，小声的。低优酸优，我爱神州。摸出来。低优混水，我爱自由。有没有感觉到？有。好，那我们这首歌就先暂时教到这个地方，好吗？接着就是我们的成果发表喽。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曲子就叫是《斗嗓》。
接着我们要发表的第二首歌曲是闽南语歌《风吹的愿望》，风吹的愿望。
今天呢，我们做了混声四部合唱的教学与示范，并且呢，将混声四部合唱融入在台语歌曲还有客语歌曲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呢？那透过合唱，我们也可以展现我们语言的多样性跟多元性，盼望在语言的类型，我们有更多的传承，还有更多的学习。那也盼望喜欢客家歌曲的朋友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哦。Good morning， 安子生。